香港有公屋，想買中山樓會唔會俾收翻公屋呢？相信好多住緊公屋嘅又想退休北上嘅朋友呢，都有呢個疑問。其實呢個問題要分開嚟睇嘅。香港公屋呢屬於香港房屋政策管理嘅範圍，而你喺內地買樓呢，主要涉及係內地購房嘅政策，兩者並唔係簡單直接掛鈎嘅。一般情況下喺中山珠海買一套住宅，並唔代表呢你就一定會被取消香港公屋嘅資格。但係大家要注意，香港公屋嘅申請、續租或者資格嘅審核呢，會考慮住戶嘅家庭嘅收入、資產等情況嘅。具體嘅規定呢，需要根據香港房屋政策要求去判斷嘅。所以如果你本身住緊公屋又計劃北上買樓養老嘅，唔好只係聽網上一句話可以買或者一定唔可以買，最好了解清楚自己嘅情況。其實近幾年都有唔少香港朋友呢考慮另一種生活方式嘅。香港保留生活保障，北上大灣區咧買一套環境舒服嘅住宅，退休之後咧兩邊生活。如果你都有類似嘅計劃嘅，譬如住公屋想買中山珠海樓嘅，但有擔心身份、資格、資金安排等問題嘅，可以留言或者私信我了解更多啦。最後記得關注我 Damon 港灣區。